选调，治水话上摇花的山，治水话徛伫以性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虚假，酒蛇无囥奸鬼的人，只有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当然，这点，听咱在做伙陪伴好咱的心，那么做伙来祈祷。上帝有过，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救你的命源。上帝有过，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是渡去世间的罪，赐官平安。上帝有过，就是渡全能主义的阿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2020是一个互人伤心的一年，因着肺炎病毒疫情的传染，全世界需要真多人。虽然这个疫苗已经研发出来了。就是若要普遍的这个注射，还有一段这个时间。那伫这个风川市这个中间，我们这个帮在阮无需的阮，然后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继续来搅扰着阮，因为阮认为实在是非常的软正的。一摆这个病毒攻击，环境教育，让阮真惊吓。英国出现这个新变种的这个病毒，佫较是通可怕、通惊的。阮主要所祈祷的保护，来结晶，来保护着阮。或者新的一年，2021年。互阮袂通看到一道这个光明，要带来互阮这个新的愿望。我过一摆，特别要为着过去这个2020年，伫主你的恩典的应许所照顾，来献上阮的感恩，做阮来要为着新的一年，2021年来献上阮的愿望。讲到你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免流，新的一年的路径，拢得了这个高油。但今仔日阮过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斯，讲到做来人民院，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恭喜你。主的名通得着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通成做上帝赐福的管道。但虽然目前肺炎病毒的疫情也佫是非常的严重，连在离过年过节的中间，也佫是增加了真侪这确诊的病例。虽然这个病毒疫苗已经开始来注射了，上帝来怜悯赐福，互这
这疫苗副作用会通减少，根据主义来继续保护阮的身躯，互阮专心来挖过主的保护，继续做好个人这个防疫的责任。现在根据主义，先来洁净落魄的嘴，圣神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阮有得到稳定的一个主日。让阮诚心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上帝有过，就是拄起世间的罪。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9章16节到17节。16节，无人用新布补旧衫，因为所补的迄块为救你迄领衫，伊的破空搁较大。人也无用新酒缀伫旧皮笼，若是有，就容易酒老，笼也煞歹。独做用新酒缀伫新皮笼，就两项拢保全。第二位圣经记载伫以赛亚43章18到19节。18节，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啥时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大家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预言，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门。一粒要来学乐，我要来欢喜。伫这个新正年头2022年的开始，有这条我要来学乐这条歌，要来欢喜这条歌，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对我做歌唱，我要来对唱生活。我要来欢喜，对我做歌唱，我要来对唱生活。我要鼓乐，
我做歌唱，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来欢喜，对我做歌唱，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鼓锣，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鼓锣，我要来对唱新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我要鼓锣，我要来对唱新歌。我要鼓锣，我要来对唱新歌。这个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新年恭喜！真侪人将2020年看作是上较困难、上较想要甲伊背记哩最困难的煎熬的一年，因为这疫情，互真侪人面对着这个死亡这个威胁。甲生命这个无确定性，所以引起这个强的这个无安全感。有真侪人遭遇到丧失至亲的这个分离，以及这个悲伤，造成内心的这个创伤，特别是对这个年幼的这个囡仔，伤害是更较大的，所以更较长的这个时间才能得到恢复。那么这个疫情也考验着教会实体聚会。那么未来要倒转去正常实体聚会的时阵，唔知有偌侪人会当倒转来啦。这真正是一个真大的考验。所以无论是疫情、抗疫、告别、经济、环境议题等等的，拢是大大改变了咱这个价值观念。但今仔日，咱要来思考的，就是要如何对回顾中搁一摆来更新、来思想、来行动，倒着听甲愿望来行入这个2021年。每年伫最后一日，有真侪人拢会话客伫这个纽约的这个时代广场来倒头算时间，看到迄粒苹果对顶面落落来，来迎接一个新的一年。每年拢是伫过着这个新年，这个数字继续在增加，袂减少的。总是除了新的数字以外，咱的人生是不是有实际的来更新呢？以色列人伫过新年有三个真有意义的这个传统，咱来做参考。一个就是忏悔、感恩以及这个更新。那么第一个就是讲，新年的头一天，因为先回顾过去一年来因的言行举止，反省家己的这个罪过，恳求天父上帝赦免。然后呢，第二项就是因为着过去的一年所得到的恩典，来感谢上帝这个赐福。最后呢，第三呢，因恳求上帝给你有这个新的心、新的神，通来面对新的一年的这个挑战。那么在圣经中，咱的主要说也对于学生也有这个新酒、新批囊的这个教示。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咱要如何用这个新的批囊来承接上帝这个新的作为呢？这是咱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主要所有信息对当时的人是一个完全专心的这个教示，因主要说去达到当时迄个宗教管理人这个界限，调整因的这个旧思想、旧的价值以及旧的习惯。所以别人好讲这边传统甲习惯，都互咱真侪这方便。
总是呢，如果一直坚持着这个传统较旧的习惯，可能会互咱失去改变以及成长的这个机会。最后所用200犹太人为当了解这个道话来做基础。最后所讲哦，讲无人将新布补伫旧衫的顶面，因为所补起的反正会带歹迄领衫，破空就搁较大空咯。捌补过衫拢知影吼，旧衫袂当用新布来补的，因为旧衫已经是抽过水啊，新布无抽水。用新布来补旧衫，迄个新布会救水，补过所在会抽起来，甚至会将旧衫甲伊跳破。犹太人最热心保持的律法，因为这个律法是至关上帝的话，加一字减一字，拢总是罪恶的。那么新的观念对因来讲吼，咱亲像罪恶迄款。遐尼真通可怕的，可是因在犹太人因所敬拜、所守护的，并不是为着上帝，乃是为着因家己的这个传统甲律法尔定。最后说佫讲吼，也无人将新酒倒伫这个旧皮囊内面，若是安尼生，皮囊就要剥离，酒就流出来，连这个皮囊也歹去。多多将新酒倒伫新皮囊内面，两项就拢总保全。伫最后所迄个时代，用皮的底啊，用这个皮囊来倒酒的。这个皮囊啊，用久会渐渐变这个硬，失去了这个软性。所以说，若倒入这个新酒若是经过继续的发芽，这个皮囊就会长大，甚至剥离。犹太人的信仰已经是硬化了，最后所传的这个稳定跟真理，是新的一个启示，就亲像是一直在变化这个新酒。如果咱是用这个旧的思想来理解，就亲像新酒倒伫这个旧皮囊内面，新布补伫这个旧衫的顶面，一定会破，一定会歹去的。一般人伫好的美好的前景的中间，因未想要等于上帝身边，只有伫迄个代志已经不妙的时阵，才会去想到要倒转来上帝身躯边。伫这个历史上，真正互人分裂的这个灾难是瘟疫，这个大流行。因为这个瘟疫大流行来临的时阵，人拢感觉到真惊呀，就开始比出来猜疑，治水是无症状的带源者呢？啊，你是踮伫我这边呢，还是踮伫另外一边呢？譬如讲，当时的律法，定了真侪只安息日袂通做的规定。伫安息日，人爱注意着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反正呢，无法度通得到真正安息咧。为着要互人明白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最后说伫这个安息日来医病来救人。最后所也应允学生伫这个安息日枵饿的时去订麦穗来食，用种种的这个例来说明人的安息这是上帝所关心的。最后所也挑战经学师甲法利赛人的这宗教心态，因用着这个虔诚的信仰来表明因的这个社会地位。不过呢，因确实看袂起这个假改赞的人。咱来最后所记到无这款的挂路，咱来最后所叫伊甲这个假改赞的人做朋友，鼓励因，欢迎因随时来来探访。那么这样人的需要，伫耶稣基督面前，拢能得到满足。伫这个纽约，有一个牧师叫做 Bill Wilson， 伊伫这个纽约贫民区在传福音。有一个礼拜日，伊连续讲几啊场的这个道理，最后一场伊感觉真亚人真疲劳，伊是讲赶紧要结束，通倒转去厝内休困。
所以等于结束要祈祷，结束这个讲道了后，哇，有一个流浪汉，穿到破破烂烂，搁咱像啉酒醉吼，来到伊的面前，这个牧师想要像阿达海啊，这种人是真歹打发的，为着要赶紧叫伊离开，就望伊的裤底啊，想要摕几箍银出来甲伊，互伊叫伊紧离开。所以当这个牧师将皮包啊摕出来时，这个流浪汉讲：牧师，我无要治你的钱，我干那要听头拄仔你拄讲的这个主要所基督的这个道理，我讲一遍互我听。这比尔牧师，迄是非常的歹势，真丢脸啊！像人咧讲啊，是歹势几个月，是见笑几个月啦。伊用着外表来论断迄个流浪汉，差一点啊，伊就失去了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对调开始，伊就提调伊的旧皮囊、旧思想，用着上帝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所以上帝就大大来赏赐伊的福势。那么这个比尔牧师呢，伊建立一个全世界规模上大这个儿童的主日学，伫每礼拜拜六个礼拜，用大卡车做这个主日学流动的这个教室，伫路边来服侍这个贫民窟的这个囡仔。1992年，伊写一本册，册顶面有提到讲，伫每拜六个礼拜，差不多平均有22000个囡仔来参加伊路边的这个主日学。到今仔日，我想这个不止这个数字哦。所以这个比尔牧师伊用新皮囊的来服侍，一直扩展上帝国。最后说，并不是伫讲旧的唔好，啊新的较好，最后说无安尼讲，还是讲新的较虽然唔好，旧的较好，嘛无安尼讲。咱的最后所基督伊是借着这两个譬如来强调。人要用着新的精神、新的思考方法来迎接这个新时代的来临，特别是上帝国的来临。最后所宣告，上帝国、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阵是强国有力，是无人会当抵挡会掉的。咱袂当为着要保留这个旧衫，甲这个旧皮囊，所来旧则穿新衫，旧则用。这个对这个新酒，上帝的作为常常用人想袂到方式来领教。咱若伫用开阔的心来领受，虽然是出自上帝，也因为新甲旧的这个冲击来产生破坏。最后所目的，毋是要来破坏。马太福音有保留主要所另外一个句话吼，伊讲。这两项拢得到保全，有的传统会通帮助教会行伫这个真理的正路，所以有的可能会压制这个圣神伫教会中的作为，想要放弃传统的人，会变作亲像火车离开了这个铁轨路，一开始的时检测真有冲力，则是行袂远，无久就袂叮当了。那是完全挖过传统的人，就亲像铁路顶无火车，铁轨路会当透到真侪所在去。总是若是无火车，你倒去嘛袂当去，就落入伫这个达袂到理想的这内面尔尔。这个物理学内底吼，有一句名词叫做惯性啊。你若是选择某一条路，无论是好的路还是歹的路，就可能你会对这条路产生了这依赖性。美国铁路的故事，就是这惯性、这个观念的结果。我来讲给你听，真趣味哦。我逐先问吼，恁中间敢有人知影？美国这个铁路两条铁轨仔路中间的这个距离到底是偌济？有人知无？我想真侪人毋知啊！我甲恁讲啊，是4.85英尺，4.85英尺啊！啊，这是一个真奇怪的数字呢。
究竟这个是对倒落来呢？哦，原来这个铁轨路是英国铁路的这个标准，因为美国的铁路拢是英国人设计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会用这款的标准呢？那么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用马车的链的跨度来做标准的。那么马车的链为什么爱用这个跨度呢？哦，原来是古早时代罗马政府、罗马那个战车的链的这个跨度。那么我个问你，罗马人为什么用到这4.85的这个英尺来做战车的链的跨度呢？理由真简单，这就是你拖战车两只马的这个屁股的宽度啦，两只马的屁股的跨度。但我讲到这故事应该要结束，不过无呢，实际上还无结束呢，你搁听落去哦。伫后会你若有机会，伫电视台看到美国的这个太空梭徛伫发射台，准备要发射的时，请你家注意看，斟酌看。伫边仔迄个燃料箱吼，两边有两个火箭的这个推进器吼。这两个推进器是伫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这间工厂的工程师原本是要将这个推进器改做较宽淡薄啊，通增加这个燃料的这个容量哦。总是因做未到，为什么？因为这个推进器做好了后，就要用火车对工厂运去到发射台。那么中途要经过一寡这个崩坑啊。那么这个崩坑的跨度，敢若比火车铁轨路较宽淡薄仔尔，所以无度在搁较快的所在，这个物件。所以如果来讲，今仔日太空梭，高科技的太空梭是受到2000多年前两只马的屁股的影响，哦，听起来是真好笑吼。总是这确实事实的代志。那么这就是惯性，就是惯性。第清朝每年当这个慈禧太后在位的时阵，中国面对着这个改革的冲击。当时中国人封建思想是顽固，佫是真骄傲的。因是认为讲中国虽然是无这个洋枪大炮，总是有5000多年的文化呢，是无需要改变的。当时德国大赛有送一台车要予这个慈禧太后坐，总是伊家坐一摆，伊就歹坐啊，伊就佫拒绝啦。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慈禧太后伊伫车顶的时，看到司机竟然是坐伫头前伫开车，伊非常的生气，讲恁祖妈是坐咧，你做司机人假坐咧，真正是无成体统。你应该在跪咧开车，王公叫人跪咧开车啦。所以呢，这个慈禧太后就宁可坐轿，也唔肯搁再坐车了。所以古则改变的结果就是换朝代了，所以伊就永远失去这个改变的机会了。但以色列人有一个方法，将这个旧的皮囊变成新的皮囊，因为将这个泥化的这个皮囊浸泡在水内面3-4日，听后这个皮囊变软，搁再用这个橄榄油甲抹，这个皮囊变软了后，就通过重新来滴这个新酒。那今仔日，咱要重新来整理，将这个年华的心思意念浸泡在上帝的话语内面，互伊软化了，搁再经过圣神的油膏，搁甲咱抹地，互咱的心搁再一摆柔软，有这个口性，会当滴圣神的新酒。当2022年新的一年开始，愿大家拢会通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因为圣经是一本带着上帝奇妙智慧，甲充满生命的这个册。虽然已经流传几啊千年了，总是每一摆你过来读的时，拢有这个新的这个感受，甲这个启示。咱要祈求天父上帝，每一天对咱来讲话，调整咱旧的观念、旧的态度，来改变咱，在这新的皮囊
来承接新的这个稳定。今仔日咱为当成做基督徒，就必须要明白永生的价值较悬过今生的这个价值。咱咧用着今生来为了永生的荣耀来做备办。今生是短是暂时的，永生才是永远的这个主体。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19节，主耶和华安尼讲：你毋通纪念早前的代志，也毋通思想古早时代的代志。看啦，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恁竟毋知嘛？我要互伫旷野来开道路，伫沙漠来开江河。亲爱的兄弟，新的一年2022年，愿上帝的神充满伫咱，光照伫咱，所以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有柔软的思想的这个意念，来包装上帝要赏赐予咱这个新酒。欢迎上帝伫咱的活命中来做新事，用听来活出荣耀、个能力的这个活命。阿们。他这点边来吟回应诗歌，就是托莫哟这是用日文来唱的。那么伫这个2022年新年头一个主日礼拜，我要用这首诗歌托莫哟，要来祝福咱大家新年快乐，愿上帝平安甲恁同在。但虽然过去2020年是一个肺炎病毒吞大的一年，互咱大家非常的郁卒，那亲像是前途黑暗、茫茫渺渺。但这首日本歌曲是甲咱讲朋友啊，虽然黑暗伫遮看着咱，但是咱毋免惊吓，黑暗亲像就要过去咯。我知影，伫咱头前面有光明伫听候咱。所以咱即摆来听这个日本歌叫做《托莫哟》托莫哟，夜明けまでの闇の中で、友よ戦いの炎を燃やせ、夜明けは近い、夜明けは近い。友よこの闇の向こうには、友よ輝く明日がある。友よ夜明けまでの闇の中で、友よ戦いの炎を燃やせ、夜明けは近い、夜明けは近い。友よこの闇の向こうには、友よ輝く明日がある。友よ夜明けまでの闇の中で、友よ戦いの炎を燃やせ、夜明けは近い、夜明けは近い。友よこの闇の向こうには、友よ輝く明日がある。
友夜明け前の闇の中で友よ戦いの炎を思い出せ夜明けは近い夜明けは近い友よこの闇の向こうには友よ輝く明日がある友よ夜明け前の闇の中で友よ戦いの炎を思い出せ夜明けは近い夜明けは近い友よこの闇の向こうには友よ輝く明日がある友よ夜明け前の闇の中で友よ戦いの炎を思い出せ夜明けは近い夜明けは近い友よこの闇の向こうには友よ輝く明日がある直接将咱同心阿头三角来祈祷，主你听咱的阿爸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今日我对马太福音第9章16到17节以及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19节内面，我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新酒甲新配料。大家来，我要定心来整理，将迄个异化的这心思意念，搁一摆浸泡伫上帝话内面，互伊来柔软以后，搁再互圣神的油膏来教我哋，互阮的心搁再度这个柔软有气色，搁让人缀这个圣神的新酒。但新的一年2022年。愿上帝的神充满着阮，来光照着阮，来祝阮，伫这个新的一年有柔软的心思意念，通来包装上帝所要赏赐予阮的这个新酒。欢迎上帝伫阮的活命中做新事，用听来活出这个荣耀，佮有能力的这个活命。真阿爸父上帝。一条愿要为着美国甲台湾以及全世界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阮所徛起，无论是伫美国还是伫台湾，或者肺炎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这个帮助，为人回归平静健康的生活。台湾同心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弟兄姊妹，这条罗伯斯要甲恁祝福吼。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所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乡亲，时代
即卖，咱今日空中的这个礼拜，这个线顶的礼拜就对伫这个所在来结束。咱望伫后回过一摆，同这个时阵，伫空中相间的见面。愿希望上帝赏赐恩典伫恁每一个家庭，祝大家平安顺利，祝恁新年恭喜，合家平安。阿们，再会，拜拜。